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不免搁着惊。主你的疼，透望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需要我，坎坷也开阔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定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主你的疼。主你的疼。读经进前，咱先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伫即天的开始，求主的光来照阮，拍开阮的心门，用你的宝血洗净阮，除掉阮心思意念的阻碍，赏赐阮谦卑受教的心。求圣灵亲自来教导，互阮会当明白并且活出主的真理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来共读今仔日的圣经《申命记》第7章12节甲26节。12节，恁若切实遵守这的命令，上主你的上帝就会守伊对恁的列祖立誓所立的约，对恁施慈爱。13节，伊会听恁，赐福恁，互恁兴旺，嘛会伫伊对恁的列祖立誓，要赏赐恁的地，互恁生炭济济，搁互恁土地会出产五谷、新酒、甲新油，牛仔囝、甲羊仔囝，加添真济。14节，恁得到的福气会超过万族，恁的男女无一个袂生，恁的精生无一只袂生炭。15节，上主会互病痛离开恁，恁所在埃及甲逐款的歹镜头，伊袂降落互恁，只有会降予所有怨恨恁的人。16节，上主恁的上帝交予恁的民族，恁就拢甲因消灭，毋通对因手下留情，恁毋通服侍因的神明，因为安尼会致到恁受灾难。17节，恁若心内想讲，这个国比阮较强，阮哪会当甲因赶走？18节，恁毋免惊因，一定就会记得上主你的上帝对埃及王甲拢总的埃及人所做的事。19节，就是恁有亲目看到的大灾难、新热、奇事，搁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，带恁出来。伊嘛袂安尼对待恁所惊的民族。20节，上主你的上帝要降瘟疫伫因中间，直到遐个剩落来走去味的人伫恁的面前消灭。21节，恁毋免惊因，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恁的上帝是伟大搁通行为的上帝。22节，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渐渐将遐个民族赶走，恁毋通真紧甲因消灭，才免野兽加添真济，煞伤害着恁。23节，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个民族交伫恁的手，
互因大惊扰乱，直到因灭亡。24节，阁会甲因遐个王交伫恁的手，互因对世间消失。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，直到恁甲因消灭。25节，恁着将因雕刻的神像用火烧掉，毋通贪神像身上的金银，嘛毋通摕来做家己的，则免恁因为安尼受灾难。因为这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的。26节，任何偶像恁拢毋通带入恁的厝，则免恁甲遐个物共款，正做着毁灭的。恁着彻底厌恶这个物，因为这是着毁灭的。第7章的经文，就是咧预告以色列人伫未来进入迦南地了后，爱小心谨慎的事。基本上，因爱小心3项事：第一项，爱消灭当地的人，毋通甲当地的人有任何瓜葛；第二项，爱尽力听从上帝的话语，遵行上帝的律例；第三项，面对高强大汉的迦南人，毋通丧胆，颠倒爱坚强。来分享经文的感受。12甲16节，咱看到摩西甲百姓讲：准做恁若有听从这个命令，并且遵守伊，耶和华恁的上帝就会照伊甲恁列祖所施的约来遵守施主爱。就是讲，当以色列人也有遵守上帝的道，上帝的赐福就要丰丰富富来降临互因，包括土地会出产五谷，油甲酒拢会充满，牛仔囝佮羊仔囝嘛会生摊济济。就是讲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人丁充足，六处兴旺。摩西引用过去的经验，要互以色列人会记得上帝伫历史中奇妙的作为甲大权能。过去安尼，现在甲未来嘛是安尼。伊要提醒百姓，就爱去思想过去的恩典，为着过去的来感恩，并且继续来持守上帝的诫命来蒙恩。17章甲26节，摩西勉励因，毋好因为迦南人会强大，就来心惊吓。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因为信心的基础就是上帝的本质甲伊的作为。摩西爱因会记得，耶和华上帝是大佮可畏的上帝，所以因毋好袂记得耶和华捌伫埃及行过的神迹甲奇事。上帝要甲因做伙征战，上帝会将因眼前的迦南人拢消灭掉。伫上帝的眼中，迦南人完全无可怕。伊真正注意的是，以色列人也进入迦南地以后，是毋是还阁会坚定因所信的，来遵行诫命，敬畏上帝，将邪恶毁尽呢？咱现今的世代，基督徒嘛是真需要上帝的赐福。上帝对伊囝儿的管顾，包括物质上的丰富、心灵的饱足，甲对家庭族群的管顾，互因的子孙生摊济济。人就应该用信心甲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，守伊的诫命，并且将咱所得的福分来分享互人，活出荣耀上帝的画面。安尼，上帝的恩典就会延续到世世代代。以上的分享
咱着爱来思想，上帝是施恩甲祝福的上帝，咱是毋是有甲上帝的祝福，较看起是伫属灵的祝福？袂记哩讲，伊嘛是会当互人的物质生活来丰富的上帝。咱来祈祷，遵守守约的上帝，我愿意顺服你，信靠你，求你施恩保护祝福。感谢你，互我毋但有灵内的丰盛，嘛伫物质生活中有够用，无欠缺。安尼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免。我的心有伤痛花，摇怎搁行遐？做困目重重，我袂牵伫你的听。祝你听我做宝贝，毋捌放下我，予我永远踮你面前，毋免搁着惊。祝你的疼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是夜晚，坎坷也开阔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祝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祝你的疼，祝你的疼，透放我的心，安慰我，无论是夜晚，坎坷也开阔。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你的疼，引带我的路，保护我，对答到永远，坚持无变化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祝你的疼，对答到永远。坚持无变换，绝无啥物会当拆散。祝你的疼。